转加有滴飞爱看。哦。请问讲台语的时阵，久长嘛会使念做长久，下骹倒一个词甲伊共款，就算你是颠倒念，嘛是共款的意思。我知啊。欢喜运命，喜惊。多一个词甲伊共款的当颠倒念，是命甲运命。哦，对。啊，喜欢。比啦。是喜惊惊喜，无嘛，无这种的物件嘛。安尼就是比，哈，好，确定，哦，确定。好，咱来看者运命对毋对？耶！哎呦，来，分数搁啊加落去。是恭喜哦，咱即摆搁甲钱加落去，得到4000块啦。是哦。这就是咱迄个台语内底即个番薯词哈，就讲你的番薯词。对，就是迄个顺时甲颠倒变的时，啊，伊嘛意思会共款。譬如讲命运，啊，你变做运命，共款拢是咧讲运命的代志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